直到去到呢度，咪咁好介意，係好介意嘅，係個心度。然之後請你哋四場嘅選手準備啦。
跟住嚟緊第四場係58公斤男子嘅賽事。我除啦，係啊，你睇啲啦。好，多謝各位。嚟緊第四場係58公斤男子嘅賽事，大家俾啲掌聲同 Rap 能力夾個高嘅鼓跑先。